哥林多前書第15章，兄弟姊妹啊，我愛你哋記得，我以前傳本你哋嘅福音，這福音你哋已經領受，也用其來做信心嘅基礎。那係你哋接受這福音，就是我所傳本你哋嘅道理，你哋一定會得救，除非你哋嘅心係清清彩彩嘅。我所領受嘅道理，我已經傳本你哋。最重要嘅就是就聖經所講，基督已經為我哋嘅罪死了，並本人埋葬了，又就聖經所講，第3日復活了。其實顯現本彼得看，又顯現本12個使徒看，以後其實100對500人嘅天機嘅人顯現，2條人大部分還在。雖然有道已經過身了，後來佢顯現本雅各看，又對所有嘅使徒顯現，最尾佢也顯現本我看。我像係一個盲中日就出世嘅人，在使徒中間，我係最細嘅，看唔得稱作使徒，因為我是迫害上帝嘅教會，總係我上咗根本一個愛。係做上帝嘅恩典，佢所本我嘅恩典無落空，反轉我比其他嘅使徒還加辛苦工作。其實唔係我，係上帝嘅恩典同我共下工作。結果同樣，無論係我也係別嘅使徒，我都按樣傳，你都也按樣信。既然我都傳講基督已經對死復活，樣板你都中間。有人講無死人復活這件事呢？那係無死人復活這件事，基督就無復活咧。基督那無復活，我哋所傳嘅就係空嘅，你哋所信嘅也係空嘅。假使無死人復活這件事，上帝就無使基督復活咧，因為那係無死人復活這件事，基督就無復活咧。按樣。我哋見證上帝已經使基督復活，就變作我哋係為上帝做假見證咧。基督那無復活，你哋嘅信仰就無價值，你哋還迷失在罪嘅地步。這意思就是嗰啲過身嘅基督徒也隆重滅亡咧。我哋信基督嘅人，那只有在今生有希望，我哋就比世間其他嘅人還加可憐咧。事實上，基督已經對死復活，也係愛保證過身體嘅人，也愛天其復活。既然死係對一個人來，死人嘅復活也係對一個人來。同樣，眾人嘅死係因為基督同亞當結連，眾人嘅復活係因為基督同基督結連。總係特撒按照順序來復活，頭一個係基督，然後在其再來嘅時，正係屬佢嘅人，然後末期會到，嗰時基督會消滅一切靈界嘅執政者、掌權者，然後有能力嘅將王權交還阿爸上帝，因為基督的確會掌權，出到上帝贏過一切屬鐵。本基督降服在佢嘅腳下，最尾受毀滅嘅屬鐵就是死。因為聖經講，上帝使萬物全部降服在佢嘅腳下，很明顯嘅，呢位所講嘅萬物無包含上帝自家，因為使萬物降服在基督腳下嘅就是佢。到萬物降服基督嘅時，佢本身也愛順服。使萬物降服佢嘅上帝，好本上帝完全統治一切。那唔係咁樣，佢哋對世人領受洗禮嘅有乜嘅意思呢？佢哋所希望嘅係乜嘅呢？那係無死人復活呢件事，佢哋樣板還對世人領受洗禮做乜嘅？我哋要樣板愛時時刻刻冒險呢？兄弟姊妹啊！我當日都面對死，我敢按樣講，因為我所誇口嘅係你哋同我
強下在愛到主基督耶穌生命地位，愛在以弗所同基督喊做耶生嘅琴處表明，那係做人嘅動機，對愛有乜嘅利益呢？那麼使人復發兩件事，愛到像宋義所講，現實現好，為時受阻，按樣行就好咧。唔好本人偏欺，愛記得壞朋友會敗壞好得很。好想咧，愛行正路，唔好再犯罪，因為你哋中間有人冇認識上帝。愛講呢個話係愛本你哋地堅守。有人會問：世人愛樣辦復發呢？佢哋會有樣辦嘅形體呢？你樣安昂，你會在哪地位嘅種子，那無先死脫，就無法度生出來。你所謂嘅係乜嘅，也係配嘅種子，攏總係一粒一粒嘅，並唔係後來所生出來嘅形體，總係上帝照自家嘅意思本其形體。基本各樣種子有各樣嘅形體，各樣嘅動物也有無窮樣嘅肉體，人有人體，禽畜有禽畜嘅形體，飛鳥有飛鳥嘅形體，有嘅形體，還有天堂嘅形體，到地上嘅形體。總係天堂嘅形體有一種嘅陽光，地上嘅形體有另外一種嘅光。日頭有日頭嘅光，月光有月光嘅光，神呢有神呢嘅光，甚至兩隻神呢，然後幾隻神呢嘅光也無窮樣。世人嘅復發也係安樣，埋葬嘅身體係會腐爛嘅，復發後嘅身體係唔會腐爛嘅，埋落去嘅係千無體面嘅，復發嘅係千陽光嘅，埋落去嘅係軟弱嘅，復發嘅係強壯嘅，埋落去嘅係血肉嘅身體，復發嘅係屬靈嘅身體。既然有血肉嘅身體，也就有屬靈嘅身體。聖經咁樣講：頭一個人亞當受錯，上做有生命嘅人，總係末後嘅亞當係屬生命嘅人，唔係先有屬靈嘅，係先有血肉嘅。然後才有屬靈嘅。頭一個亞當係用地上嘅泥做嘅，第二個亞當係對天堂來嘅。佢用泥做嘅樣板，佢就送嚟嘅人也樣板。佢對天堂來嘅樣板，佢就屬天嘅人也樣板。我就已經有送嚟嘅人嘅形象，將來也會有佢對天堂來嘅人嘅形象。兄弟姊妹啊，我所愛講嘅係血流肉嘅身體做唔得成就上帝嘅國，會腐爛嘅做唔得成就唔會腐爛嘅。你哋要注意聽呢件奧妙嘅事，我哋並唔係全部會死，在一下一日暮之間，最後一擺好同享嘅時節，我哋全部會改變。最後一擺好同一樣，世人會復發，生咗唔會腐爛嘅，愛到行生嘅人也會改變，因為會腐爛嘅愛變咗唔會腐爛嘅，會死嘅愛變咗唔會死嘅，都會腐爛嘅一變咗唔會腐爛嘅，嘅會死嘅一變咗唔會死嘅。聖經所講呢句話就實現了。死亡已經完全地吞滅了。是呀，你嘅勝利在哪位？是呀，你嘅痛烈在哪位？死嘅痛烈係對罪來嘅，罪嘅權勢係對法律來嘅，仲係感謝上帝，佢使我哋通過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得到勝利咧。所以，親愛嘅兄弟姊妹啊，你哋愛期待，唔好搖痛，愛常常認真做主嘅工作，因為你哋為主所做嘅工作一定唔會空空。